咱看家己有一間賣沙西米的這個店呢，互詐騙集團借因的名，佇網絡呢用正俗的介紹來賣這三文魚的沙西米。點解最近呢是接到900通電話，嘛已經有人匯款去啊？業者是強調講，因無佇網絡咧賣，呼籲民眾千萬唔通互人拐去。咱外帶保養是透明的塑膠盒。對，不是這個圓盤子。不是圓盤子啦，手提網絡頂面的相片，甲實際物件來比較，不管是檔內底的環境，也是產品的包裝，攏甲實際狀況無共款。這間佇家己是專門賣沙西米的檔，最近去互詐騙集團用因的名義，佇網絡頂面賣配送的沙西米。已經有300通的電話，300通的電話。被宅配啊？有寄錢的，目前是1位而已。大家都知道，他都要來現場。外縣市的我不知道。點外縣市。對。業者表示，因佇家己市已經經營20檔啊，完全攏無佇網絡頂面來賣過物件，是最近一直有人敲電話來向因確認，才知影網絡頂面有人用因的名來賣沙西米。伊嘛透過朋友佇網絡來發文，澄清無這件代誌。我們一律就是都現場購買這樣子，都沒有在宅配，也沒有外送，都沒有。我網絡迄款我較無咧甲看，無咧甲使用啦。因為你攏來現場買啦。現場買較看會到哦。無用處理實在，互人客會當買到新鮮的沙西米。業者表示，因的三文魚一斤愛1000塊，網絡頂面才賣340多塊，就是要用正俗的介紹來騙唔知影的人。警方表示，目前無接到民眾報案，不過這種網絡詐騙的手法真多，建議民眾會當先向店家敲電話確認，若是煩惱拄到詐騙，嘛會當向105專線通報，互警方來提供協助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